劉德華同梁朝偉影帝級對決，程一言因為金融詐騙被帶入警署，但佢好識得轉空子，利用保外就醫避開咗調查。佢仲想用錢收買劉啟元，點知以失敗告終。結果嗰晚劉啟元同佢屋企人就遇襲。幸好警察趕得遲，如果唔係真係不堪設想。之後程一言喺醫院撞正劉啟元，如果唔係身邊人死死拉住佢，劉啟元嗰時一早衝上去狠狠掟佢幾拳。程一言囂張到極，點知劉啟元老婆直接掟咗佢一巴，仲放低佢狠話，叫劉啟元一定要捉到佢。就喺呢個時候，香港警察帶住拘捕令殺到，話程一言涉嫌一宗謀殺案，要佢去接受調查。程一言去咗警局，但一路都隻字不提。點知劉啟元一開口就帶俾佢一堆壞消息，佢啲拍檔全部被人做低，自己辦公室嘅天花板都俾人砸穿個大窿，連保險櫃入面嘅嘢都洗劫一空。程一言出一身冷汗，佢終於知道係背後個金主出手啦。幾個月後，程一言被送上法庭，點知個法官竟然極度包庇佢，直接宣布當庭釋放，仲話以後唔得用相同罪名起訴佢。呢個結果搞到劉啟元都俾人激到笑咗出嚟。5年之後，幾間美國銀行嘅經理因為受賄爆鑊，劉啟元查到入面有程一言份，於是又用受賄罪名告佢上法庭。點知一模一樣嘅戲碼又上演一次，個法官嘅老婆竟然揸住程一言公司嘅股票，法官不得不避嫌，程一言再一次當庭釋放。劉啟元面上雖然睇唔出一絲情緒，但佢從來都冇放棄過。轉眼又係8年，劉啟元直接上門程一言。你今次第幾次拉我？8次。呢單官司打咗超過16年，司法成本高到難以想像。但程一言之所以肯屈服，唔係因為頂唔順，而係佢心知肚明，香港即將回歸，到時司法系統就唔再係同佢沆瀣一氣嘅英國人，到時佢面臨嘅刑期隨時長達幾十年。所以呢次佢輕鬆咁行上被告席，認晒所有罪行。結果程一言淨係判咗3年，甚至其中大部分時間都係喺保外就醫度過。出獄之後，佢繼續過住他嘅逍遙日子。呢場判決真係話唔到邊個贏，到底係享受咗10幾年，最後只係坐3年牢嘅程一言，定係奔波勞碌10幾年，終於將佢送入監獄嘅劉啟元呢？